在添人數28、14節咁樣講到，最快樂嘅人思想要尊重上帝嘅人，思想要敬重上帝嘅人，就係最快樂。但係人家嘅心硬性嘅人，都跌落傷害。係硬性嘅人，思想未跌落傷害。但係呢，因為佢硬性唔係就福音行。唔係聽上帝嘅命令嚟行，又呢咪跌到傷害佢嘅東西。但係自家思想要尊重上帝，要敬上帝，或者要敬重上帝，要照上帝嘅範圍嚟行，要照上帝嘅福音嚟行，最快樂嘅人。嘅馬太福音11第6節都有講到，最快樂嘅人都係唔係灰心對於耶穌基督。唔係上帝嘅人得唔到上帝嘅快樂，係講自家愛上帝，自家得到嘅千萬嘅快樂。而你嗌講出，攏仲向佢姊妹要敬重上帝，要愛上帝，喺耶穌基督，自家得到最快樂，喺世界裏行到。阿門。